狂漢大鬧麥當勞，口腳並用惡戰武警。呢個47歲男人孔武有力，被捕嗰陣仲好激動，大叫警察打人。尋日朝早10點半，佢去到將軍澳彩明商場2樓嘅麥當勞對出。一向行為異常嘅佢，俾個7歲小朋友揩到就發晒火。職員勸唔停佢，保安就報警。差人嚟到揾佢唔到，但係冇幾耐佢自己行返嚟。差人都知佢唔多正常，問佢攞身份證，知佢話冇帶，要叫屋企人攞嚟。但係差人等咗15分鐘都唔見人，諗住帶佢返差館，點知搞咗10分鐘，個男人終於冇氣。5個差人包括1個警長，手腳擦損，有人嘅手臂仲俾佢咬傷，不過傷勢就唔算嚴重。街坊話個男人經常喺彩明苑同建明村一帶流連，成日都騷擾居民。今次終於因為涉嫌拒捕同襲警被捕。